若你不甘心，生命沒有詳盡，神來投造你，藉着你的造型，你生命片中高低起跌，必定有神的美意。神是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在你身上，誰有一根刺？主說他的恩典夠你用，他的能力要在你的軟弱中顯著。神所有的豐富都藏在基督裏，因此給你恩上加恩，因有寶貝藏在假氣裏，要使你力上加力，藉着你要獻出新榮耀。